美聯儲12月降息預期降溫，美元指數爆升 ，ADP 數據超出預期，金價失守4000美元關口。Hello， 歡迎翻到嚟 WCG 一周黃金新聞，我係 Athena。今個星期嘅新聞看似對金價都造成打壓，一齊睇下有咩消息啦。11月4號星期二，現貨黃金震盪下跌1.7%，收報3931.78美元每安士。整體走勢顯示出市場多空分歧加劇，投資者喺基本面信號不明朗嘅情況下保持謹慎。首先，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上星期嘅講話成為市場轉捩點，佢強調下次12月會議會否再降息仍然未有定論。降息預期嘅降溫提供咗美元強勁嘅反彈動能，衝破100關口，連續第5日吸引買盤，並觸及自8月初以嚟嘅新高，直接推高咗黃金對非美貨幣持有者嘅購買成本，黃金市場自然承壓啊！星期三11月5號，有小非農之稱嘅 ADP 就業數據顯示，美國10月私人市場新增職位4.2萬個，遠超市場預期增幅。經濟數據強勁以及價格壓力持續，令美國減息機會下降，利淡金價。不過市場擔心股市估值過高、AI 泡沫爆破嘅恐慌，避險需求仍然存在，支持金價回升。當日金價反彈走高，現貨金一度逼近每安士4000美元，扭轉前一日交易日近2% 嘅跌幅。雖然金價暫時缺乏上行動力，但係持續嘅政府停擺風險同埋地緣政治不確定性，為黃金提供咗底部嘅支撐，限制咗跌幅。如果美元漲勢放緩，黃金有望重拾升勢，重新挑戰4000美元上方區域。所以投資者記得關注美元走勢以及美聯儲官員嘅最新演講啊！如果想了解更加多黃金小知識，可以 follow 埋我哋 Instagram。我哋下次再見。